我晓得有担架，你不过我想开点人了了。我们的脚2根脚杆都遭断了，2根脚杆。在这玻璃那个砸的嘛？哎呀，应该是颈椎骨有一下下头中段，应该是。 2根脚杆都走了。来，那个老师上下，好，来一个了嘛。莫慌，摸嘛。不慌，会绑好我了。靠档那个，我走到板板上哈，我走到空荡荡里头哈。哎，慢点哈。哎，走，好。他这个是遭哪压到了？就是个玻璃倒转来，人在那个底下，我们几个人抬起给他拖出来的。这个玻璃重的，是啷个倒的啊？那个？取那个绳子哎，没搞赢，可能二个来的也买个夹子的人没退赢，一个坐度下来，刚好一下倒到人身上。那点痛不痛？啊？我那点身体痛不痛？那点呢？我摸的那点痛不痛？那点呢？左边没右边？两指啊，那点痛啊！天哪！只有个办法了。两个脚捆到一起哦。对头。忍点哈。其实退了倒不担心，我怕这些骨盆这儿，这儿伤了的话就比较麻烦。骨盆骨折可能引发大出血和多种并发症，必须立刻手术。好，哪个去上？那里上，那里。你是哪个？工人。都是工人吗？哎。等于整块那个砸下来是不是？下身那些照没得，肚子那些照没得？没有。啊，只照到大腿那节吗？胸口呢？胸口没有。那些几痛痛？没有，那些没有。脚杆2根。那些没有。没有下。麻烦两边靠点啊！哦，车子开到了啊。喂，这个双下肢中过砸伤，目前我没看到些口子，啊，因为我没剪开，骨头肯定遭了的。我初步判断这个病人伤情比较严重，很可能是个骨盆骨折，导致一个出血，所以就马上打了电话进行了院前告知，为他开通了那个绿色通道，那个创伤科和急诊科的医生都可以在第一时间做好准备。行，可能10分钟以内嘛，要到了给你说一声。